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花莲地档目前有3角档西药一家，新加坡来洪阿埔中和炭坑一个，当中6个人失踪，继续咧搜救。地人起起天安区大楼，今继续咧拆，花莲酒厂嘛变做受灾户，仓库的米酒、黄酒倒几排，损失超过14万。不过最近连续传出学生暴力事件，有学生下课强围起来拍死，有人伫学校外口被当场拍甲昏迷。新闻一开始，先看到屏东淡港的渔船风行鱼，车3公去花莲掠鱼，结果地人过就失踪去啊！家属就咧烦恼讲，今日去海扫扫去，海巡拜6接到通报，随出动军舰甲直升机去倒找，但总算是等到好消息，讲伫咧鸟皮头西南方的海域已经找到船啊，船顶3个人嘛拢总平安。相对位置为猫鼻头外5海里。海巡队的显示，船只周边的状况，高雄恒春海巡队车尾透早出动，为高雄海峡到屏东高原比14海里内海峡找找，为要找已经失联5公外的屏东渔船风行鱼。想讲囝哪无打电话我，逐工我卡几暝，卡几日呢？我惊讲哦，这个无人要去互弄着，船啊全沉了。并看到渔船甲失联船长陈玉成掠鱼相片，风行鱼车3透早为东港出发到花莲外海掠鱼，想要到今日地档了后，就联络袂到。您拨的电话无法接听。爸爸是往花莲那个方向，所以我们就以为就是可能会是影响到还是怎样。家属真着急，船顶除了船长陈玉成，还有2个印尼船员，家属透过面车架管道请求敲吹。渔船那最后的这个一个发报的位置是在我们的猫鼻头以西18.5海里处是最后的位置。掌握到的最新状况这艘船只是往菲律宾的方向在行驶。那我想这部分我们也会要求国sau中心跟海巡署持续加派人力。海巡人员正定睛顺其海面，海巡车6开始出动高雄恒春海巡队甲彰化南巡护7号几啊天咧跳吹，车尾中到伫鸟皮头西南边45海里所在找到，确认是发电机故障无法度通联，由海巡陪伴倒来，家属总算因放心。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花莲地档，目前是各有6个人失踪，包括3角档西药的一家，其中3个人，各有新加坡来洪阿埔2个人，中和炭坑嘛各有1个也未找到。搜救人员继续针对3角档附近的所在咧找。另外一边，伫咧中和炭坑的状况，因为下晡是搁再发生地动尾，搁再崩山，目前先暂停搜救。沙卡当这个大崩壁，大崩壁这边那。这个就是持续一直落实的地方有味道哦。搜救人员车尾入去3角档步道灾区，闻到臭味，也无法度判断是人还是动物的尸体臭味，派搜救犬伫4周围加强敲找。像余震又发生落石，那我们现在人员都平安。因为新加坡的洪阿埔掉伫3角档步道，救援人员无放弃，先到5间厝敲找，暗阁无找到，过去2.2公里的所在，落来看到3角档大崩壁，大石石头放落来真危险，增加搜救难度。还有6个人等待救援，7个特殊队员、3只搜救犬甲3组怪手分做2路入去3角档步道。特殊队员行步道用行的救援，怪手行水路一直开挖入去崩落地找姓尤一家伙5个人。除了已经发现姓尤爸爸到5年级姐姐遗体以外，要搁找妈妈甲2个囡仔。不过头前有2层楼悬的大石头挡掉搜救路线，所以搜救队员只好斜路入去找到尾啊嘛。回来的途中在大概0.85K 左右那边。有一处崩塌，那边有一些那个味道，
那我们第一时间利用搜救犬下去做搜索，但是就是也是没有就是没有发现。那是中和矿区一个姓肖的查某人失联，搜救队入去灾区，煞拄到地动尾真济，短短1点钟出现4架崩落，空袭机有翕到2边山壁，也是有真侪所在石头崩落来，只好暂时停止搜救任务。陆续4次地震的边坡有落石现象，那目前所有搜救人员先撤离到安全基地。那崩落点呢是从更上方，那我空拍机拍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敢冒险。另外，太鲁阁四周的交通一直到3站拢有进行管制，逐天有3个时段管制，其他时间是赶紧抢修。希望月底会当完成修好基本道路，有更加好的通行路况。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这届地动花莲酒厂嘛变做是受灾户，仓库的米酒、绍兴酒是倒规排，新山山到打时也未修复好势，也咧停工，损失共有超过14万。酒厂是表示拍算清理，搁爱清1礼拜，不过并无影响到经营。家里酒厂仓库酒碗啊，吹倒的倒，酒全部流出来，就算用网啊防护，也是如苍苍。就连工厂帮下外口的壁拢泄漏出放30年的丁丁绍兴酒液，由顶面流落来，形成一撮一撮酒搭。仓库另外一边也是空酒馆啊，倒去吹鼓鼓，工作人员吐去吹玻璃身后，放伫酒篮的米酒对几个站楼管也隆重倒落来，规间厝拢是脆片甲酒液，装修好的成品，感官风准甲东倒西歪。然后就搞我们青岛啊，你看。损失惨重的，都是台湾温酒公司的花莲酒厂，破去的各类米酒有16000多担，加上其他的山地品，也阁有仓库的铁门变形等等，初步估计损失超过1400万。除了酒品破损，生产线也被迫停止，等咧修复。那其实最后还是出估而已，因为我们的产品很多都是堆叠在一起，里面到底坏掉多少，就是破掉多少，其实可能都还是要精确的盘点之后才会知道。花莲酒厂挖到集成炭，主要生产米酒系列产品，一天生产量有1万担。最近几年，更较少量生产在地级的白亚酒。这摆的大地动，虽然酒厂强调未影响营运，也毋过有够清理时间爱用1礼拜。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也进不去啊。对，我们只是预估而已啊。这是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嘛？上次2007年也很严重。其实花莲酒厂早伫2018年经过0206大地震损失10亿了后，已经架设防护网，也降低酒馆啊对风管道等措施。只是这摆的大地震激烈撼动，有缘对酒厂造成严重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地动起的天龙市大楼，即马是继续咧拆，拍算2礼拜就要甲完全拆了。今仔即个地动，花莲有超过1400户去用大单地做归楼。一寡咧细厝的，因为本身就唔是厝主，讲根本就袂使申请补贴。官府当时表示，只要是实际咧住的住户，就拢会使来申请。花莲县国局处开设联合服务处，设备透早都未少人，真侪拢是细厝人。这残少者细厝3-5年，即马正做红单归楼，免继续住。搬厝都正做正重要代志。伊无奈表示，因为无符合资格，申请补贴是一直卡掉的。就还是需要帮忙吧。对啊，因为有光是那个什么政府的那个搬迁就安迁救助那一个，我们就很多人不合格了。那一定要户籍地所在地啊。可是我们很多人的户籍都不在这边。本来4月3号要入籍，就崩就倒了。倒的时候，你人有居住在里面啊，就还没有。了解黄县市第3海关大楼买厝，初三要签户籍，用力地人就到位，新厝还未大，厝就先逼开，个被判定是归楼。伊也调集来问，目前红黄单的大楼超过1400户受影响。花莲县长徐清辉表示，未来中长期大的问题，要向综合处等方向来规划。这一次是对人，不对屋主，所以这一次就是如果您有居住的这个事实，您是实际的居住者，您就可以来这个申请租屋补贴。除了受灾户有补贴顶悬的依然实情，厝甲正严重的天龙省大楼拆除作业也是一波三折。
受地动尾加上落雨影响，进度一直延长。大港夜这各大型机构设备继续进驻动工，由顶悬向下骹一站一站来拆。当拆完这一层楼有这些物品拆下来，散落在这个我们的对峙区的时候，我们就先把它用机具拨到旁边，让这些物品先放到我们这个保管区域去，让住户这一层的住户可以有机会先去那边做认领。铁路工程继续12点钟，花莲县建设处也表示，考虑中心偏移这因素，为出路尾顶开始动工，一站一站停留检查，将财产的损失尽可能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这栋天龙市大楼继续咧拆，不过中途是一直停落来，拆了真慢。目前也搁咧拆第9站，现场负责咧拆营造主任嘛有出面来说明规个工程的进度。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互咱台记者卢尚如咱做伙来了解。新主播记者目前带大家来看到这个镜头是来到天王星大楼的现场哦。事实上，今仔日咯，伫咧下晡差不多1点多，啊，搁有要晚5点的时阵哦，分别拢也有规模差不多5.1，啊，搁有4.5的地动哦。记者人伫咧现场的时阵哦，这秘书是徛伫咧碰层面顶，得心的感觉，嘛非常烦恼讲哦，这地动尾哦会去影响到后壁这天王星大楼。也若回头来看大楼的拆除作业，目前是也搁咧拆上面顶的高楼，基地台已经是顺利拆掉了，啊，不过咧这进度是直无法度一站一站安尼顺顺啊拆落去。现场施工的营造主任下晡的时候有出面接受采访，伊讲是为着要配合检调的调查和指示，来了解大楼的结构和倒去的原因，所以这规个工程才会这般。咱来听营造主任的讲法。我们会配合检调在讨论要取哪一支梁哪一支柱，对，有时候在这个沟通过程，还有它的载重问题。因为大楼已经变形了，在拆除它已经不是正常的，不符合正常的在计算里面了。因为它整栋大楼有扭曲的情形，所以在减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应力。所以我们就是减到一半的时候，就会去讨论，对它再来要减哪个方向。另外，针对地动尾对天王星大楼敢有影响，营造主任是表示，建物的壁顶拢有装测量仪器，随时和电脑连线，了解建物敢有起气的情形。虽然讲拜一直直拢有地动尾，也毋过建物本身拢也诚稳。也若花莲县府建设处长嘛有出面表示，目前是因为惊讲落来红毛土架去隔着四周围的这个建筑物哦，但那一台怪手在拆那尔，打算下到拜二透早就会拆到8楼，到时阵会有2台怪手哦，分别伫咧前后来进行拆除的作业，有过这个进度就会变较紧的。以上是记者伫花莲天王星大楼上新的情形，所来甲镜头交互主播。感谢上路的连续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花莲地动了后，到呾是搁一场地动尾。今日下晡1点，咱东部海峡是搁再发生规模5.1的地动。那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到呾是已经有超过700届地动尾。有过这上无这1个月以来地动尾拢会较济，不过已经有咧渐渐减少，好大家免受过惊吓。山坡石头一直连落来，花莲7.2强烈地动了后，依然有真侪地动尾。下晡1点09分，阁发生规模5.1地动，影响伫台湾东部海峡，深度只有5.1公里。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到4月7日下晡4点，主震加上有感觉的地动尾已经超过700个，规模5以上28个。因为规模这个7.2的地震呢，它的余震的时间可能会相当长，所以也不排除在这个未来还是会有规模5的余震的发生。地动测报中心有讲，至少1个月地动尾也是真侪，不过地动发生频率甲发布地动的次数也在降低，整体看起来有转好的现象。学者认为911的经验已看到，迄时阵地动尾有1年，而且迄时间也是有8到10个6到7规模的地动尾。这摆花莲大地动规模达到7.2，已经影响周边一寡短暂的活动。虽然地动尾频率次数会大大减少，不过伊原来注意可能也有规模6以上大中型的地动。不管是有感或是无感，我讲这个会但是它这个降低只是频率稍微低一点，在这个区域里面，未来这1年内还是会有规模6到7的余震，还是会有。到底什么时候会到原来地震之前那种背景啊？一般我们推测大概可能要到1年的时间才会降那么低。
另外，受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气变质。气象署表示，7、8、7、9天气无稳定，常常落雨，北部、东半部会小可凉。花莲地区虽然落雨无明显积云，但过爱水线可能见度会降低。云量多一点就飘一点小雨啊，偶尔有一个感受比较明显的小雨出现了以后呢，又雨停变成云多，这大概就是这今明2天比较偏中部以北甚至东半部的天气形态。气象署表示，爱到拜三水气才会减少，暗过由受东北季风影响，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既然落雨，拜4到拜2天气回温个回温，会30度，暗过金马地区开户低温，或者无影响能见度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届地动，太鲁阁国家公园受真济所在拢放弃，包括小水路甲沙卡洞步道，拢受到严重的损害，继续咧封禁。有专家表示，太鲁阁因为经过大范围地动损害，可能是真恶复原。面对未来天灾变化，嘛建议爱加采告示牌，增加避难指示。结果一间的路段遭雨土石砍掉，原本清清的溪床，即马只看到大量的土石。地动过了后，太鲁阁美丽的景色无看。海拔大约60公尺的斯卡洞步道，即马互大石头带掉。也有小水路迪卡龙步道也严重受创。太管处表示，目前修复工程无法度有果。成立国家公园之后，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灾情过了。余震比较稳定之后，那我们的相关人员还会找技师等等，才能去看那个设施的一个状况。所以修复的期间确实是还没有时间表。太鲁阁国家公园面积大约92000公顷，超过2000公尺的关山，占全区的一半，兼具山景甲险峻的峡谷景色。但年去因数百万人次的游客来遮，即马长时间无法度开放，一定影响观光。天灾啊，你也怪不了水啊，这边就没生意了。针对目前太鲁阁需要修园的状况呢，我们所有旅馆工会的会员大家呢是支持的哦。如果政府认为里面的环境还是需要做一个检修，旅宿业者多数支持太鲁阁确认安全才开园。有学者表示，这摆大范围地动损害，真歹一摆修复，那落石放弃了后，可能有个发生的现象。未来应该考虑正式提醒公告加避难指示。就是引导游客。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可以用指示牌的方式，或者是用提醒的方式，甚至用这个 APP 的方式来告诉游客，万一不小心或者是在发生同样的地震的时候，应该要到哪一个地方去避难。有学者也建议，相关单位爱确实盘点桥梁山壁破裂等状况，修复时避免大型开挖是爆破，尽量甲大自然环境和谐处理来稳固安全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小署今日公布1月甲2月禽、畜水产品药仔残留抽验结果，发现讲屏东某一间水产公司因准备要挂销的晏鱼，有验到少量的致癌物孔雀绿。官府是一路查到源头，依照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判养殖业者罚6万。这5鱼看起来真水，就要出口中国香港。不过小署7月公布1、2月禽畜水产品药物残留抽验结果，所发现屏东这间水产公司准备挂销5鱼验出致癌风险物质环环型孔雀绿0.00指数 ppm。孔雀绿它在生物体内会被代谢成还原型的孔雀绿，然后动物实验注意到说，如果实验动物大量暴露到孔雀绿的话，它的肝功能会有异常。孔雀绿可能和肝甲甲状腺功能无正常，增加肝癌风险。台湾只有观赏鱼应用，加鱼禁用。官府对查5鱼源头，以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罚业者6万。经溯源为本县李姓养殖户所养殖，遂由本府动防所依法开罚6万元整。本府已将该养殖场列为高风险养殖场。业者出面法冤枉绝对无用药，因为食到孔雀绿或者是残留孔雀绿的食物，都在体内转化加做还原型孔雀绿，追求是细菌残留物造成。环形的那它都是会残留在那个土地里面这个除非说你把全部的池的那个土全部挖掉，再换新的。业者表示，去年并无验出，强调改验还原型孔雀绿对业者并无公平。虽验出微量，海事所依然将业者列管追踪3年，下无定期去抽检，各做用药辅导管理，确保食安。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咱来看王品机械餐厅粗虾甲向辣西门店疑似发生食物中毒。卫生局今日公布食了身体有出现状况的个案，是个增加34例，当中已经有56例。目前已经照食安法下令2间餐厅停业，限期提出改善措施。王品粗虾甲向辣食品中毒案，根据病院的通报，即马过去分别有26例和31例。卫生局除了下令停业，嘛要求限期提出改善措施。因王品集团这边嘛发出声明回释咧，嘛强调餐厅拢有保险，待代志查清楚了后，绝对负责赔偿。继续来关心，肠仔病毒疫情是继续咧滚。今年全国去就医的人数是这10年以来上界多，其中台南顶礼拜就有买400个囡仔去挂急诊。即马清明假期都要结束，医生嘛提醒家长要注意，若是有症状，都要带囡仔来看医生。小囡仔对老师的骹步豆豆学洗手的正确方式。年假结束，倒来上课的头一天，国校虽安排肠仔病毒的宣导课程，那甲观念嘛，互因直接伫洗手台啊做练习。主要因为即阵肠仔病毒的疫情当咧压悬，病毒到单也无得效药，上好预防方式就是靠大家接洗手做预防。叫伊吼啊，先紧洗手洗咧，才会使去食饭。好啊，食物件嘛是拢会要求伊先洗手。他们班最近还好哎。还好。对啊，因为小朋友刚进去本来就半年会比较容易感冒，建立他的抵抗力。每个班级之间的一个肠病毒的宣导，那最主要就是宣导他们如何来落实洗手的5个步骤，包含湿、搓、冲、捧、擦，还有提醒他们在洗手的时机。那来到病院，囡仔科有坐地人来看诊，疾管署检测资料显示，顶礼拜台南有367个囡仔去挂急诊，轻症病例增加2成。那全国有买过7000人去就医，是这10天来当期上济。医生讲，肠仔病毒主要有发烧、脑疼等症头，那为着病情就要3至5天才会稳定。医生提醒，那烧袂退一直后，要注意敢是重症。所以你啊讲物件摸着啊，无清气的啊，也是环境去污染着的时阵，就要洗手。啊，无你啊只甲这病菌食入味的时阵，就会去画着。啊，囡仔一直咧困，也是讲一直咧吐，也是讲骹手无力，也是困的时阵会安尼响咧响咧，啊，这就有可能是伊个危险症状。唔通就讲囡仔才会为着肠仔病毒，医生指出，大人嘛是爱注意，呼吁民众若出入公共场所爱挂喙安，手就要洗好清气，卖当甲规疏散换掉，减少病毒传播风险。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先来看法国最近是连续发生学生暴力事件。像一个13岁学生伫咧学校外口，互当冲拍甲昏迷；那个有一个15岁学生下课去人围起来拍死。总统马克龙嘛出声批评，讲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是愈来愈超过，有必要爱保护学校的安全。少年学生抱着家庭，唔知要安怎，因为因安怎也想袂到，当下就安尼互拍死。法国巴黎南部高普一间中学，顶礼拜是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一名只有15岁的查甫学生，下课转去厝的途中，互人围起来拍到心脏停气，送医隔2天死亡。Moi, ça me fait trop mal. Ça me fait trop mal. Je me mets à la place de la maman. Que voilà, ça me ronge le cœur. Que je ne sais pas quoi dire. Je souhaite beaucoup de courage à la maman et. Moi, en tant que papa, j'ai peur. Hein. J'ai peur pour. Voilà, c'est de l'incompréhension. Je ne comprends pas que voilà, qu'on se fasse lyncher au sortir de l'école, des cours. Ce n'est pas possible. 警方是逮捕5名涉案少年人，多数的年纪伫15至17岁之间，只有1人成年。被害人甲其中2名相关的妹妹有关联，佮去求婚得防保护。代志发生了后，家长拢心惊吓，烦恼后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家己的囡仔，而且这毋是单一事件，倒伫几天前也就是初二，南部城市蒙贝利也有一名13岁查某学生伫校外互同学拍甲重伤，昏迷几啊天才醒过来。C'est un problème d'ailleurs ni spécifique au collège ni à l'école, c'est un problème spécifique à la violence et à cette violence qui maintenant est... on se lâche tellement maintenant, les gamins se lâchent tellement pour tout et rien.
警察后来逮捕3人，年纪上大凶嫌才15岁，其中1名嫌犯是受害者的同学，疑似因为双方伫网络上有过节才下毒手。1礼拜内发生2件严重霸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青少年暴力行为愈来愈无受控制，未来要加强保护学校安全。专家是呼吁家长关心囡仔伫网络上的活动，以防类似事件搁发生。公视新闻7月编译。再来看洛西亚中西部欧洲第3大河乌拉尔河，最近因为水头的酸性氧气，害着溪水一时间涨起来，冲破天花，甲沿海社区拢总淹掉，有9万户的人家拢在做大水。当局有讲，明仔载水会冲甲上悬轨，好民众来赶紧撤离。大车路淹甲变河，救援人员使快艇一家一户甲掉伫内底民众救出来。俄罗斯西部的乌拉尔河地区发生100年来上大水灾，原因就是这条河的源头因为春天变温暖，温度升悬，冰雪快速扬起。苏里伫奥尔斯克的水库大坝，未堪咧顶悬的河水，伫顶礼拜5向放起，水淹将近1人悬。规个奥伦堡州有上万的民家互大水围起，当局虽下令居民疏散，只是伫奥尔斯克有4000人紧急撤离。Предувки утром отказались. Когда вода пошла, так давай помощь пройти. Все, пошлит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除了奥尔斯克灾情上严重，附近人口有55万人的奥伦堡市同款严重。当地有官员警告，乌拉尔河水位伫这礼拜2会达到高峰，甚至都要停候20以后大水才会消退。Сегодня, 7 апреля, паводковая ситуация остае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ой. Вода прибывает, и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ее уровень будет только расти. В тех районах, которые находятся в зоне подтопления, в пойме Урала и Сакмары,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продолжится отключение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乌拉尔河是为乌拉山脉流落来，全长2400多公里，经过哈萨克流入去里海。这届大水包括俄罗斯甲哈萨克部分所在拢受到影响。哈萨克总统坦白讲，这是哈萨克80年来上届严重的自然灾害。除了因为气候变化造成天灾，俄罗斯当局嘛伫追究是毋是有人为的疏失。有官员是讲，放起大坝，敢来当应付5.5公尺悬的水位。乌拉尔河水位当时是冲悬到9.6公尺，当然挡袂掉拼落来的大水。外国检察官当时佫怀疑大坝2019年建造时阵有安全漏碰，而且无好法维护，已经对相关人员展开刑事调查。公视新闻陈慧敏编译。看人咧食粉土盐壳仔无稀奇，你敢有看过火山卖土盐壳仔咧？意大利南部西西里亚岛顶头，欧洲上大粒的火山埃特纳火山，对顶礼拜就开始咧呈现吐出盐壳仔，游客看到嘛拢感觉真神奇。4月初的埃特纳火山甲平常时同款，吸引真侪外来游客，正近来欣赏这个欧洲上大活火山的风采。为4月初3以来，埃特纳火山甲以往真无共，因为伫咧喷出水汽甲烟雾的同时，还会吐一粒一粒，互人叫做火山鹅群的盐壳仔。 It has a perfect cycle mouth, so are coming out several volcanic vortex rings. This is a spatial phenomenon. We cannot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every day. 火山鹅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烟雾边仔甲中央甲空气相斥大细力无共所造成的结果。 To start with, the smoke is basically a fast-moving ball. As it emerges through the opening, the smoke on the outside of the ball is being slowed down because of the fri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edges of the hole. Once it leaves the cannon, there is friction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moke and the air in the room. This means that you get smoke in the centre of the ball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moke around the edges, and so the smoke on the edges starts to curl around and form a mushroom cloud. As the smoke reaches the back of the cloud, it's drawn into the faster moving current of air in the centre. It's this flow pattern that eventually causes the ring to form. 埃特纳火山喷出来的火山鹅群，互观光客感觉真稀奇。不过，同款无平常的自然景观，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的炮弹海堤，都互当地民众笑袂出来。Que bueno, uno veía una chiquitica así de vez en cuando, pero ahora es por cantidad, ahora es como que si hubieran flores en el mar. Ahora está demasiado. Ya tenemos prácticamente 9 meses sin salir producción de pescado como debe ser.
这种海梯因为外形真亲像古早的炮弹，所以互人叫做炮弹海梯。除了若去吸到会互人皮肤真痒，基本上对咱人是无直接的危害。啊，毋过对渔民来讲，炮弹海梯一来会甲渔网踢掉的，二来会甲鱼儿、乌仔鱼食掉。当地的经济来源除了观光，就是渔业。这阵海梯会出现严重冲击渔民的生活。虽然原因也有待调查，啊，毋过美国环境部认为，这甲海水温度变化有关系。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天文异象天狗节日有影是真罕见，北美地区伫咧初八下晡2点，也就是咱今仔半暝2点，就当看到天狗节日的天文气象。全程大概是4分半钟，墨西哥甲加拿大拢有当看得到，竟咱台湾有较可惜是无缘通看到。墨西哥的天文馆头前，真侪民众开始设置望远镜，佮有部分民众排队进入馆内，等待观察真罕的看到的天狗节日的景象。北美区域会伫美国时间的初八出现几日当才一届的天狗节日的现象。这一届的特殊现象，如果会当下北美的西岸到东岸，包括墨西哥、美国佮加拿大拢看得到。过程比顶一届2017年的时间佮较长。头一个会当看到天狗节日的地区是墨西哥的托雷翁，如果全程有4分28秒，时间比其他地点更较长。Y por eso he venido aquí, que en principio es la mejor zona para verlo. Por su duración, pero sobre todo por la posibilidad de que no haya nubes. 真侪天文迷为着要看这个真难得的景色，就伫个观光景点设置望远镜，等待美景，嘛，互观光景点出现业者趁天狗节日观光财的景象。不过，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显示，美国南方城市包括德州、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甲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为初八早起开始受到风暴影响，会出现加烈风甲路冰甲的歹天气。另外，暖风嘛会雨云较高。大部分地区的云较济，影响观察天狗节日的状况。The full eclipse will only last for just a few minutes, and our team has spent over 17 months preparing for this event. Keep an eye on the forecast and the conditions in the area you're going to. Some of our area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 Country, had an unprecedented snowfall just a short time ago. The ground is wet. There could be still some rough conditions if you're planning on going in the back country. 美国媒体 CNN 建议，上理想的气象地点会伫佛蒙特州、甲缅因州，还有密苏里州、甲印第安纳州的南部，这地区如果云较少，较袂妨碍天狗节日的景象。若是无看到这届美景，要等待后一届下北美海岸天狗节日，就要等待到2045年咯。国际新闻台是同编译。继续来看金门的二打和明火树，今仔是有中国的无人机飞来偷袭，咱军发现了随发射信号弹的警告，替干扰性反制，嘛成功甲赶走。不过，就伫咱甲这段影片刊伫网络了后，对方煞是过来闹话呛声，讲干那替干扰性，因根本就无咧惊。无人机伫个空中翕官兵伫行过程，拢翕甲真清楚。金门二大甲明火树初八，佮互中国无人机飞入来翕相。咱守军发现了后，随发射信号弹示警，佮用干扰性来反制。早上9点跟下午2点左右，各在社坛跟门福屿发现无人机。我们先发信号枪来示警，示警之后以干扰枪来做实施干扰。事后红白机它就依照它原定的路径就离开了。必须无人机才有原路飞倒转去。警方报讲，对于侵入行为已经加强警卫勤务教育，拄到雄雄发生的状况，会当即时处理。啊，不过影片互人传起伫网络了后，对方闹话讲国军干扰性无路用，开大钱买白了工，挑战的意思真重。军事专家是建议，面对较歹发现的无人机，各国拢会配置特规的雷达来防备。不管是机场或营区周边，各国都一样，都一定要配备特规的雷达去找这些微小型的无人机。这个事件的话，也给陆军一个警惕：我们要科技建军，陆军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专家认为，敢若靠守军用目睭看，用干扰性反制也是无够。搁再讲，中国无人机为3月底以来，真侪该出动来翕，那亲像无人伫咧共款，侮辱国军以外，立足咱政府认为是认知作战，更加应该购买建立适合的装备，才会当反制无人机一直伫侵扰。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花莲的地震了后，全台湾有真侪所在拢有大楼去震害去。那根据内政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打红单的规楼有42件，其中花莲有32件，台北有2件，桃园4件，新北嘛有4件。国土署嘛提醒，若发现讲家己的厝有必损损害，会当经通报在地主管机关，请专业人员去鉴定。地下室天棚更紧露出来，让条出现暗土北路，边个条啊个外加真厉害，停车机内底车烦恼，暗土卡会当落来，关键伫引进挂铺面照配置保护。这是基隆市仁爱区成功市场边啊，已经44个联丰社区有200多户拢是海沙厝。在经过顶礼拜3的强烈地震了后，不少厝边条啊出现裂缝，互住户真烦恼。闭起啊，上严重哦，有些瓷砖会掉落啊。是希望讲政府较紧来讲公办度跟比较快啊。早在2017年，基隆市政府就积极辅导自行途径，迄时阵捌摕到7成以上住户同意，不过因为基隆市对于海沙厝改起的种植奖励对不到附近的乡北市，这近1年途径拢无进展。因为海沙屋来讲的话，它是后买为完转，然后它不会好的。莲红社区纳入做现在立即要来推动的一个都更的标的的范围，然后连同隔壁的相关的一些国有土地，看能不能做共同的开发，这样子每个月来追踪这个案子的进度。另外，受这摆强烈地震影响的，还有桃园市中立区南横二路一栋7层大楼，被判定是危楼打红单，16户48人被紧急撤离安置。已经搬去饭店住啦，这那个墙壁都很严重啦，里面都裂掉了，都裂掉了。他们2楼、3楼的房子里面都很糟糕哎。担心，但是事情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赶快可以撤离，对不对？有60多年的南机场整体也正做危楼，曾经由专业技术判定，已经由红单转做黄单，暗过住户意愿真紧张。车到市府也开途经说明会。要搬家就只能搬家了，就看怎么样再说吧。对啊，现在也不知道。列为黄单，并不是说不用修缮，而是持续列管，而且必须要进行修缮。蒋万安表示，南机场整体都经工程1年，市府去年推出都经政策，也推出整体专案防灾行途径，希望赶紧推动途径，会照说明会沟通，合作好了解防灾途径真要紧，提悬途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届地震，嘛造成东华大学闪熄导火烧，理工学院是规个小区，学生宿舍的天棚嘛拢崩落来，有1700个床位学生爱暂时搬出去。也宜兰的二华国小教室的厝顶嘛拢落落来，暂且封锁。建筑外壁规个乌麻麻，花莲东华大学理工学院建筑伫初三地震了后，因为化学物质倒去引起火警烧1天半，即马是验尸。亲像废墟，真侪研究资料也烧了。为空气画面中看到规片破骨的景象，也毋过航远在海，毋那是一栋建筑甲一场火灾。今日宿舍区真侪所在拢因为光线破去出现漏水的情况，那学生的宿舍房间也会当看到天棚物品拢刷甲柜涂骹，就像拄啊经过一条河劫。掉下来，然后还有水管有破裂的，然后房间淹水。那目前这2栋是没有热水。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非常完整的宿舍设备，结果这一次来，我们有1700床无法使用，有接近300间的厕所管线全部错位。原本真坚固的宿舍环境，正做头前难题。另外，防烧掉的建筑会进行拆除。各地另外所在新建化学馆，整体财损初步估计5亿。以现在的火烧状况来评估，那势必要做拆除。初步的建议就是立刻在我们的原址旁边新建一栋化学馆。学校决定先自救，各向外界求援，也希望政府单位甲各界会当提供协助。那这场地震会当讲是全台有感，宜兰上瓦近花莲的二华国小天棚轻钢架灯光落到柜涂骹，态度也落去。好在在专科教室迄当时无学生伫内底，保证建筑先暂时封闭。那一栋我们会封闭，其他不会影响到。教育处表示，依然有47间学校因为地震受损，不过财损金额也有待评估。经过安全审查了后，初步判定无伤害到结构安全，也无立即性危险，学生会当登去学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
大甲妈邀请进香的第3天，经过混凝土库完奖，即马嘛已经来到家己的成港，伊也咪驻驾伫奉天宫，准备明仔载祝寿大典。花莲的东华大学嘛学生是对彰化来出发，对大甲妈做伙行，挂木管条码 QR code 的弹棒，帮替学校来斗装定建资金。 甲顶悬有印丁建关自传号 QR code 抓帮排列，5个读花莲东华大学学生，因为校校受到即摆地动的影响，理工学院实验室互毁过小小气，因着为彰化出发，对大甲妈做绕境，希望帮助校校种着定建基金。就是大家看到牌子就会停下来多看几眼嘛，然后也蛮多人帮我们加油跟支持的，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然后发给他的亲友，这样就大家给我们蛮多帮助的。加油加油！谢谢。好样的，好样的，谢谢。大甲顶南宫妈祖绕境进香的第3天，初7暗时8点左右，通过西里大桥入去到婚灵馆，因为拄到连假，大桥广场数万人接驾，现场是闹热滚滚。一直到暗时11点才驻驾西里复兴宫。清明年节的关系，人足济，侪点是传的物件拢无够，因为爆量，西里个人流将近50几万人。大甲妈祖銮桥驻驾西里复兴宫了后，就起驾，设备沿途经过好买的土库原种顶乡镇，今麦已经到家己新港，暗时歇伫奉天宫，找到透早8点举办绕境进香祝寿大典。记者王伟雄为您报道。 伫咧苗栗县的火焰山崩坑甲西潭的山路，最近都有民众报案，讲有少年人围伫咧遮封路翘高链的皮车，警察随去抓，就搁随线去。警方表示会继续来调监视器来抓人，依法上班。记者起诉2个一组，也无伫安全部伫崩坑内吹油门，也翘高链竞速。 伫另外一条崩坑内，也共款互车辆降满，也发出惨的噪音。网络社群的这段影片，照片分别是伫苗栗山皮的火焰山崩坑，甲西潭的石隘崩坑。大批民众甲人车聚集伫崩坑，疑似当咧办车资，甚至也互相驾车，最后也将崩坑规个占据，大家同齐来翕相。那当地民众对改装车聚集竞速，感觉真困扰。哇！ 大概有上百人，就是汽车，就地在隧道里面转弯，车子变的都不能睡觉，一直很多车子。当地民众表示，这技术拢是外地来的改装车，看准这个路段4块位人较少，高花径角度也是快速道路，较方便到，所以选伫遮聚集。警方表示，初7迄天有接到报案，也毋过去的时阵，民众已经散了。 经查证，均为外县市车辆，并以货车及厢型车载运到该地点。目前已锁定对象，并积极查缉到案中。警方表示，会调阅监视器，追查相关人员到案。除了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相当会当处5年徒刑，还是15000块的罚金。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相当也会当罚9万以下罚款，吊扣牌照甲没入车辆。记者综合报道。 读国小的学生，即马一节课是40分钟，下课10分钟。那配合台北市去年儿童节所推动的上下课颠倒并的政策，民和国小这个月就紧一天来比较办理，让学生家己规划自由时间，希望让囡仔会当独立思考，做一个会晓安排时间的人。 明明是上课时间，学校却这热闹。球场顶有一大群囡仔在耍球，这毋是体育课，是明湖国小配合台北市4月份经一天上下课时间颠倒并的活动。原地40分钟，老师摕来上课的时间，常常变做囡仔通家己规划自由时间。有人想要去运动，有人想要看册，大家拢真有想法。 第1节课羽球，然后第2节课在操场游玩。第2节课本来是我要讲那一些关于历史的，
二战的事情。第一节课是阅读，第二节课是鬼抓人。学校透过事先调查和家长沟通，发现不管是几年的学生，拢希望会当有较侪运动时间。另外，其中1、2年有人想要早7毫米甲同学分享，3、4年有的爱看影片，5、6年有人想要甲老师和同学开讲。明湖国小的老师认为，虽网上下课时间颠倒变做起来介困难，不过对学生是有帮助的。让学生呢是有机会去选择自己所爱的，后续才有机会他不断的自主学习，那也许可以成为他的专业。上下课时间颠倒变，除了是希望让囡仔生活够快，也希望囡仔做一个会晓安排时间的人，去培养囡仔独立思考、决定甲负责的能力。学生表示，因对这届活动拢真满意，嘛正期待后届家己规划时间的机会。学校表示，望这届让囡仔做家己主人的活动，会当让因有一个真好的儿童节回忆。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艺人黄子佼向亚康涉嫌犯强制威胁等罪，法院不起诉。昨暗是各有受害者刊出长篇文章，讲17岁时向黄子佼侵犯，嘛是搁再引起议论。他拄啊世新大学也发布新闻稿，正式已经决议撤出校纪的名单，会甲黄子佼除名。今日黄子佼因违法去要知晓性影像的代志，判缓起诉2年。了立委嘛要讨论修法，希望会当个加重罚。艺人黄子佼去年甲前面涂红坡涉犯强制威胁等罪，得到无起诉。暗过77暗时，各受害者客路透过称字的长文曝光，17岁时阵互黄子佼侵犯，引起大家议论。黄子佼太太孟耿如各关所有的社群媒体，因为检方搜查黄子佼的时阵，发现伊为不法论坛卖性影像，其中7部牵涉知晓，判缓起诉2年，互各界批评处分伤过轻。那立委也安尼建议修法，希望加重罚则。如果是以对价关系取得青少年儿童的性影像者，那应该处以3年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年以上就没办法缓起诉。他购买跟持有儿童或者是少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性影像，我们来增订相关的罚则。政府对于性骚扰跟性侵害呢是零容忍，而对于这一个儿少的性剥削呢，更是绝对零容忍。根据即马知晓性剥削防治条例，持有知晓性影像人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3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并无特别规范买人的法律责任。法律团体的呼吁修法应该更加完善。我没有去打破这个供需链的情况之下是不够的，应该对购买的持有者应该是比较加重他的刑罚的。法律救援基金会指出，黄子佼买影片来源是进前被查到有台版恩和房的称呼的性犯罪网站，因讲是助长性犯罪产业的强犯。咱应该参考国外司法体系建立持有、散布及制造知晓性影像的犯罪量刑标准，也加强源头查缉，将达到协助甲预防。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地震嘛，造成部分所在信号断去，就像讲伫咧花莲天祥，都因为路断去，维修人员嘛真恶入去处理，所以数位部即马是甲3套加轨道的卫星设备送去到附近运作。这嘛是咱台湾第一届使用加轨道的卫星技术来支援灾区的通讯。利用直升机来载运设备，数位部甲 TTC 电信技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将3套加轨卫星设备送去花莲天祥。它本身有自己的电力，就是太阳能，所以它不会依赖地面的那个电网。不论说是跟那个使用者的卫星电话或者卫星数据机通讯，全部都是无线通讯，所以中间就没有什么缆线可以断掉。我们就有能力透过卫星当作中继站，去跟离我们距离很远，可能在灾区以外的那个地面中继站去进行通讯。在7.3发生的花莲强烈地震，后不少通讯设施受影响。其中花莲天祥地区因为交通断去，用要加做通讯高度。加轨卫星功能因上最是太空中的基地台，无受地表天灾的影响，继续传输信号。
中华电信将因部分的晚会部加规划车，终端设备甲 Wi-Fi、AP 提供予所谓部使用，也正做台湾第一摆将加规划车通信用来协助救灾。我们今天要去实现高轨道卫星通讯的话，我们需要用的那个地面设备就比较庞大。低轨道卫星通讯，一方面技术上有很大的问题，第二话就是成本问题。低轨道卫星单颗的视线范围很小，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提供连续不中断的服务的话，我们不能够只用一颗卫星，就迅速追踪、迅速切换。可能也因为马斯克对中俄这些国家的态度而有一些疑虑。不过最直接的还是法律规范层面的影响。电信管理法就规范这些公司在落地之后，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可以超过49%。SpaceX 只愿意设置独资公司。以加规卫星来看，Starlink 卫星数量较知名度搁较悬，毋过要落地也要符合台湾的相关法规。另外，中华电信是伫去年11月跟OneWeb签约，未来数位部这单位也继续甲民间业者合作，强化数位韧性，确保拄到紧急状况也维持通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前镇的新草街地区早期是鹿港的违建暴露，当地住户多数是只有地上权。有民代就指出，当地拢是旧铁厝，连救护车都驶袂入去，若万不宜发生意外，这后果恐惊是不堪设想。住伫一个月租金2000块的铁厝，天棚比一般徛价搁较低。每个讲名的租客讲，真翕真热是日常，就含即个地动嘛，感觉厝也甲真大力。较低啦，伊隔热板啊来个放啊那，我伫内底我无咧想要走啊，我来跌落来。对啊，你看有盆栽有花车，路本来就不大。前镇区的新草街部落，早年因为高雄铁专业、临海工业区发展，真侪外县市落港来遮大，嘛互当地聚落出现真侪违建。市府伫9当前制定着相关的条例专案，卖3104户公有地，期限进前阁有303户无来买，嘛互当地真侪档拢无改变。有的巷仔是下甲消防车、救护车无法度入来，就要靠人力来接，门牌号码嘛黑白跳。有些可能就是因为转让太多次，地籍也有一些问题，甚至2020年遇到疫情没有钱。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它违建还是很多，有一些消防的问题跟公共安全的问题。在合法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权人的情况下，目前的都市更新及危老条例的优惠都比过往的新草亚自治条例来的优惠。民代讲，有人是因为厝真侪改转让，天灾放弃无到认定等等的状况无来买，希望市府搁再协助，嘛爱改善着公共安全。市府即是回应，民众申告的期限已经过啊，若要采取着违诺改建，还是多建的定时，公办主办拢会当，会由都发局来全力协助。记者王刘婷在香港报道。英国有一个查甫人为着要替非洲撒哈拉的难民募款，伊是讲要挑战用走的走遍规个非洲。也伫咧经过352天了后，昨伊嘛宣告挑战成功，是募到将近3000万的代票善款。This is it. Ross Cook completing his run across Africa. This is 16th and final country. 库克冲过终点线，接受众人的喝彩，佮讲完成任务啊！伊甲记者讲，家己已经真忝啊，医生讲走完规个非洲，用352天，最后伫突尼西亚拉斯安杰拉地线，这段旅程也佮有另外一个大收获，就是成功募到70万英镑，相当代表2836万的善款，会用伫帮助无依无靠的人，甲提供撒哈拉难民营自力更生、人才知识等教育活动。He cares about honestl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and changing people's lives. 27岁库克原本打算为突尼西亚走过南非，伫无安排休困日的情况，伫240天内走完360个马拉松，想要到出发进前，阿尔及利亚签证出状况，伫最后一刻改变计划，今年4月支持为南非上南边出发，2月下至河南沙漠甲撒哈拉沙漠，第50天，伊甲团队成员伫安哥拉拄到抢劫，相机、手机啊、现金、护照拢互抢走。第200天因为无休困，警方出状况，互医生强迫缩短招标。降低强度，第278天，阿尔及利亚的签证也是无落来呀，因为伫社交媒体公开招标的进度，甚至引起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英国政府甲政客主义最后得到阿尔及利亚礼物过关，为着将进程停留时间补回来，伊无顾到一切，无论是利息的小大甲刷电报，也是透明拢来走。
The main goal is to challenge yourself, do something incredible, which is what is hardest geezer is all about. 库克成少年时期有心理健康、跋筊、健酒的问题。21岁迄年，啉酒了后，煞突然清醒，感觉是应该改变啦。为酒吧走长期迄天想通一寡代志，加上朋友的烧酒，就开始走标。即马伊希望，若是家己的人生改变，也希望带予他人走向无同的人生。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天气报你知，明仔和后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中北部和东半部久原是会落雨，气温会较凉冷。今日南部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那拜四开始一直到礼拜，各地拢会转好天，气温嘛会回升。敢若是伫咧东半部和山区，可能会继续落雨。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7度到22度。中部地区19度至26度，南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18度至24度，外岛地区15度至25度。各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志安，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